人说蝼蚁尚且偷生，三位壮士不畏强敌压境，敢于为国为乡，倾家募资，训练义勇军。似这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，令本官感佩在心呐！蒙太明，凌晨花动，铜金穷拿，对土哈那门，众民难用啊！岛民骂他是里的总统，又有干那枪，百相逢啊！提起关前，岂有不恼？那大总统他先教头，副总统他也全换炮，郑国国库大水漂。此心此勇无此干，两次炮枪天不宽。伤心雕成海鬼人，恼恨奸猾巧计算，总统的口无私言啊！少年有勇义之间，难以因为国家经，天体为纲，不负所托。此事彰显我等好命之事，愿好命太明，雄霸国难，开松见好，三位壮士挺身而出，搭配官府黑旗军并肩协力，定能将那禁卫师团举督打他个落花流水。但不知三位壮士能召集多少的义勇军？同乐条分金公府500名，好众义军，何用军团，何敢思命？好既有忠义勇敢，此番前去必定万无一失，胜券在握呀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看来局势太不利，太给小康的人都慌慌张张嘞。唐人讲，已经达到投资业，树台必须一番太可向往。用牙齿先做土海龙头，开山大啊！无论山的饭、死的饭，免下熟掉。那一摆唔係靠汹涌的天氣。小主呢，也兩年用我看到過。馬路，你去搶四條架過咯。條架娘，四條架見冇打咗，就到新竹去咧。我媽阿妹，小主最喜歡啲書房研究兵書，還老阿要表求研究地圖。研究兵書地圖嘅做乜解？我會非常嘅家業以用腳。我和師兄堂記講，同老唔同見，條歡似友。原問佢總是閃閃爍爍，唔能係講對敵人生不同啊。同係嘅事情，也給生意嘅也敢出家做咗。馬路，你嫌阿友阿接來。好，我倆就去。
担心小主敢会是小。阿嫂，跳岗用，小主后生唔知车事就算呢，你两啥做阿叔做阿舅嘅，用咗嚟凊彩帮佢切家做几天呢？阿嫂，我对坏处上唔同情慈祥，还有地县王太爷，太自家我请你攻打东洋饭。嚟谈讲日本人嘅台北上，老百姓相处融洽，咩冇人出嚟反抗啊？为嘛解二条一天会出兵呢？佢係幾條咁樣做日本叫，嗌你北部用家唔對做。就算係安陽險，你哋話應該長長計劃，不該重通行事啊！也派計劃組成，何況也有王太爺派兵前來支援，也派天威老當然答法過，老天氣會強用水哩。阿嫂，請你放心啦。算咧，咁會分享，事到如今，少咗幾張出要寫，難免魯莽。阿耀。而且30了阿勇吹吹狀，要帶兵檢驗，佢捱顧好自己安全。跳岗用，你個藝弟請放心。阿路，你今日睇自己無彩，去通知鄉里，健身門戶最安全。好，我來去。阿姐，我係欠用用，隨時派阿輝再來拿。好，我去。阿姐，向小主牽。愛帶定，一天會平安轉來。小主，苏家。留下舒心一方。所谓撇出半容易，思脚浮沉见义气，狮子何故本quyền難，匹夫有節安享基。思绪呀，空啊天啊，家归归呀，离破才见母子好所依。多讲些呀，风险大，初心入那西呀。诉孤单，一年夫妻两离散。心中好意思难为，梦中泪水不强爱。乱世风风，
何故本国难，匹夫有疾，安享义？可惜事已烟灰。恭喜21年强修著作，呀，是我爸爸写的呢。就是他呀，写了所谓撇错，就无个转来嘞。民间利用权比清朝官兵卡有期盼，不管马街太总统、副总统，全部都逃回秦国去呀！报告总统，这东北部唔同现到雌雄对象翻身而起，天才之春敢饲养的残破百命，这条就会被迫用手住。用手住，年初318，不表一年。叛乱炸万空，就坚壁清野，乃将寸草不生。嘿，敢使名扬东上进起来把路马飘兵，日本风三公天，下起一战杀兵兵。你嘅火炮强强，而你嘅火枪对抗不了啊！没想到嘅火炮，这牺牲人一般嘅兄弟，严兵多带那勇士怎会到啊？严兵，佢多掠下韩志蒙嘅情况，佢王太爷早早就下走诶，唔同佢条对南方走提起来，春夏人干这样坚守地了，还是会压先撤退啊！当然同样要紧，南神第那种炮队，小公姐姐，阿乔。事都已经，我以后是后呀，只能才是有血土性，村中的强国失种。好，继续分两吹，互相掩护。胡大，先爆发阿寿，转天水桶，再整雕子眼的你勇敢。阿文，你好爱打，你去，你就去。
将军敢是让你马匹保卫在整条山风啊不？给王家太原西风埋伏，暂屯退路。嘿，敢是让叛乱者腾着，该群卫士团有火炮老1000多名带创的部队，现已到一盖世城内跳红面时，那系么火炮攻进王家太原。杨统领，姚冲嘅火药已經用槍槍咧，南跳河，佢條火炮再殺來，火燒兩間房啊喎！將楊統領架起跳河，本愛着能平安回家。阿嬌，用骗人马，不论人数火药武器差程度，人哋可能都不過一天，我哋一邊到來。一邊來一輪唔差咧，將楊統領非然笑。嚟幕下還有2,000幫用，好嘅定啊！送錢不牛，奶奶呀，愛啲對外轉移。定愛戰衣。楊統領。兵戎相同，苦难言难。退守安阳，蒙家燕呐，把命爱用。寒苦战呐，不为梦魂，随风烟呐。去了，傲飞乌羊头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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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共同太作为良用，亲用手痛，半分不退用。报告将军，甘氏阳叛乱者已经押在富阳头。甘氏阳出头，非死不可。嘿，小条家，一下我勇格杀。你哋放心，吳太统領會想辦法嚟救人嘅。太痛涼，已經推到半仙天了，馬上還來救人的，太難內事，各自回。不，你條那個迄車條強小主，佢可能逃走咧。佢可能本應打死，我也唔知佢點解會。犯罪人來下去。係。杜大，我
事情係幾多嘅兄弟呀？全部都係三更半夜，一殺來去衝殺。都係我開始兄弟，我壓咗你條腳，我招氣。小條家，你會諗清掉誒？難道半夜條兄弟怕為我犧牲麼？壓出去就係放棄見到飛機犧牲，你會見到數次，老次得唔到見到賺嘢啦。該見到。條강用將你搞本啊！你聽我騙我再去，你做哪用？小條家，記得阿用愛講嘅話，我也係算係對得起叫家，我就係叫小主，我也都不見不叫，我被不叫啊！ไป走。阿嬌。半緣送開呀，送天陽啊！用天情啊，望殘松啊。